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大病院本地就负担着真大的采检量，所来传出讲有员工来确诊为着新冠病毒。台大病院是伫晚到11点来开记者会，证实讲这个病院的公务室有一个员工来确诊。代志发生了后，已经采检36个人，总共查出着10个人确诊，拢已经咧住院，啊，其他26位嘛已经咧隔离了。讲当中有人有去过放假。台大病院马上来宣布，讲即日开始停止所有的手术甲开刀，嘛甲门诊量来减少。民众若是非紧急的病症，暂时先莫到台大病院。台大病院副院长王天贵一开记者会，就向外界道出震撼弹，证实台大病院公务室有真侪员工确诊新冠肺炎。5月18号，也就是昨天早上的时候，我们一位同仁是公务室的同仁，他不是医疗人员，他有发烧，所以这个同仁也依照规定就到我们的筛选站去做筛选。那筛选以后，在下午的时候发现他是阳性的。医方讲，一开始确诊的是公务室一位非医疗单位的员工，伫5月18号开始发烧，采检了后确定是阳性。医方针对同一个办公室36位员工进行采检，上尾也确定有10个人确诊。很不幸的，在这36名跟他有接触的同仁当中，我们筛选出来有10名是阳性。那这10名阳性的，我们就收住院。那另外这些跟他有密切接触的，虽然不是阳性，我们也都把他做隔离。根据了解，这摆采检确诊的员工当中，有人过去捌去过放假。医方除了继续调查相关人员去过的所在，嘛会对专医进行体检。我们所谓的万法的那个足迹哦，并不是这一位同仁，是后来被筛出的同仁当中，我们有问到这个他有万华地区的足迹啦。目前医方讲，这波感染源是病院外口的，不是病院内底的群聚感染。不过因为确诊的员工平常时拢是负责收物件的业务，就惊疫情向其他的单位扩散。台大病院除了赶紧进行环境消毒，嘛宣布今仔日开始停止定期手术兼照门诊，嘛希望无急的看病的民众会使延期看诊。